第17日，從心開始嘅革命。洗手啊！大概係一個家長一日重複最多嘅句子。我好粗略咁樣統計過，我同我太太一日要講25次以上，快啲洗手啊！起床之後，食早餐之前，上廁所之後，去到學校換完鞋，落堂嘅時候，返到屋企食茶點之前，晚飯之前，晚飯之後，如果中間要外出，可能仲要加多5到10次。但係有冇諗過，原來比我哋雙手更需要潔淨嘅，其實係我哋嘅心。今日讓我哋跟耶穌學習真正嘅潔淨。馬可福音7章1節。有法利賽人和幾個經學家從耶路撒冷來，聚集到耶穌那裡。他們看見他的門徒有人用不潔的手，就是沒有洗過的手吃飯。法利賽人和經學家問耶穌：你的門徒為什麼不遵行古人的傳統，用不潔的手吃飯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以賽亞指着你們這班偽君子所說的預言是對的。經上記着：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卻遠離我。他們把人的規條當作道理去教導人，所以拜我也是徒然。你們拘守着人的傳統，卻離棄了神的誡命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你們為了堅守自己的傳統，而巧妙地把神的誡命拒絕了。因為摩西說：當孝敬父母，又說：咒罵父母的，必被處死。你們倒說：人對父母說：我應該給你的供奉已經作了各耳板。各耳板意思是奉給神的供物。你們就不讓那人再為父母作什麼。這樣，你們藉着所領受的傳統，把神的話廢棄了。你們還作了許多這一類的事。於是耶穌又把群眾叫過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大家都要聽我說，也要明白，從外面進去的不能使人污穢，從裡面出來的才能使人污穢。2000年前，一班宗教領袖攞住個放大鏡去望住耶穌嘅門徒，飯前有冇洗手，飯後有冇洗手。讀落去真係好似我哋一班家長，佢哋質問耶穌嘅門徒點解唔按傳統洗手嘅時候，耶穌將呢個話題引向更加深層嘅潔淨課題。從外面入去嘅不能污穢人，唯有從裡面出嚟嘅乃能污穢人。呢個顛覆咗當時法利賽人嘅認知，真正嘅污穢唔係沾染塵土嘅手，而係充滿惡念嘅心。有趣嘅係喺兩個關於潔淨嘅段落中間，耶穌特別提到各耳板。各耳板係乜嘢啦？
點解會出現喺呢度嘅。經文話俾我哋聽，各耳板嘅意思係奉獻俾神嘅供物。原來當時嘅法利賽人利用呢一個特殊嘅條例，聲稱因為用嚟供養父母嘅物品已經特定咁樣奉獻咗俾神咯，而家我唔能夠再做供養父母嘅用途，藉住呢啲嚟到規避自己供養父母嘅責任。換言之，原嚟信仰嘅條例俾法利賽人用嚟美化自己自私嘅行動，原嚟潔淨嘅條例同樣俾法利賽人用嚟摸實耶穌嘅一舉一動。其實唔係條例嘅問題，而係心嘅問題。當我哋嘅心選擇同上帝隔絕，我哋一早已經變成咗一個假冒為善嘅人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信仰唔係外在嘅條條框框去制約自己，而係一場從心開始嘅革命。我哋返到耶穌嘅裏邊，接受呢一個剖開心靈深處嘅大手術，唔係否定外在嘅操練，而係以內心嘅清潔為根基。我哋一齊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求你光照我內心隱藏嘅角落，赦免我注重外表勝於真誠嘅軟弱，賜我勇氣面對真實嘅自己，用基督嘅寶血潔淨每一個思想、每一個意念，幫助我喺每日嘅生活裏邊活出由內而外嘅聖潔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祝福你，呢日讓我哋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